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予你拢总的病。点击，今仔是大讲节第二主日，咱要请俊煌、伟文、念子、玉景、华云、亮渊、秀玲，甲苏慧来头前点击。顶礼拜咱点着大讲节第一支蜡烛，5万个蜡烛。今日咱搁一摆点着提起5万个光，伫黑暗中照光咱。和平是上帝赐咱的礼物。耶稣的约翰是一位先知，要求一生的人爱反悔，甲上帝和好。请咱用行动来陪伴和平的来临。咱点着第二支蜡烛是提起咱，耶稣是和平的灵君，伊的光帮助咱会通互别人分享上帝的平安。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祈求上帝帮助咱成做和平的使者。请会众三甲来读。主，求你，互我成做和平的器具，伫怨恨的所在也听的警止，伫创伤的所在也赦免的警止，伫骄疑的所在也信心的警止，伫失望的所在也5万的警止。伫悲伤的所在也喜乐的警止，伫黑暗的所在也光明的警止。互阮毋是只求人安慰，是去安慰人；互阮毋是只求人的谅解，是去谅解人；互阮不是求人疼，是去疼人。因为阮还未付出的时，已经得到。因为阮还未赦免的人的时，已经得到赦免；当阮面对死亡的时，已经定心伫永活。阿免。
请咱来吟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元素5望。请咱起立。请来耶稣元素5望，求主你记得自由，曾愿托你做合别，我命对你的保守，来投放受人的同胞，求因出我行地个，你的声互阮的确实。为明白人生目的，请来耶稣你做路谱，予世界的新创造，予咱个人记清我命，正社好归顺前途，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以先改变我的目前。妒忌这爱因为悲伤，行行中望得胜。请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甲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伫启用文第61篇。启用文第61篇，也是一无所书的第2章吼。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敌。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请咱三个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
伫着主你的保守看顾，阮的一礼拜拢有出入平安。阮兄姐佮来到主你的圣殿，要伫遮来敬拜俄罗你，恳求亲爱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亲爱做阮的跑走天路顶面，阮常常意爱要行大路，因为大路好行，细条路较无好行。也恳求圣神帮助阮，会使按着即条细条路真歪阔的门来迈进。所以，阮咧跑走天路顶面，常常有缘发现侪家己无谦卑、无顺服、无圣洁的罪，有缘恳求主你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惠，搁一遍洗清阮的罪过，拆消一切过失。除去一切咒诅无下诸子的罪，主你圣神充满管压，互阮的堂教会和睦合一三听。主你圣神加倍充满束缚伫阮的根子牧师夫妇的服侍，阮的正义传道的服侍，阮的长老、执事，阮各个团契首长、区长、组长的服侍。主你的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主你圣神帮赞，互阮同心合意宣扬主你福音，互堂教会伫遮诚做社区的帮赞，做光、做盐、做好厝边来用神益人。今仔日阮真欢喜看到德牧师转来到阮的中间，今仔也是阮的普世圣经纪念主日。主你的圣神有缘加倍充满束缚伫德牧师伫中会服侍。圣神加倍充满束缚伊的家庭，也恳求亲爱圣神保守带领阮教会中间有侪病痛兄姐，主你圣神帮赞，互因有信心来祈祷伫你，主你来保守怜悯医治，也遇到出外兄姐无伫阮中间的，恳求亲爱圣神有缘保守带领因的出入平安。也，阮将下面的聚会完全交托，祈祷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阿免。请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有两位，第一位记载伫以赛亚书的第11章第10节到16节。第一位的圣经是伫以赛亚书的第11章第10节到16节。到迄日，亚瑟军头徛做万百姓的大旗，列邦要归我伊。伊安息的所在有大阳光。当迄日，主要第2摆伸手救赎伊的百姓所存的，对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伊兰、希那、哈马。甲正海事倒来，因要往列国徛大旗，召集以色列受赶线的人，聚集犹大四线的人，对地的四极来，以发言的怨妒要消无，犹大的对敌要除灭，以发言无要怨妒犹大，犹大无要对敌以发言，伊要往西北去。拍伫非利士人的肩头顶，三甲抢东方的人，伸手伫以东甲摩阿文族也要顺服伊，摇花要互埃及海的港打去，用大风压伊的手伫大河的顶面，互河分做7条，人淌的会得过去。为着伊所存的百姓，就是对亚述倒转来的，要有一条大路，亲像当日为着以色列对埃及地上来的一样。第2位的圣经，咱来看是伫路加福音的第15章第21节到24节。路加福音的第15章第21节到24节，
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若是老爸对伊遐个奴仆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佮甲伊挂手指，煞互伊穿鞋，也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来食、来欢喜，因为我一个囝死有够我，失了搁得着，因就三甲欢喜。愿上帝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下面要请赞美，要请圣歌队，迎子基督欢喜喜乐。接着，咱下面要请德牧师。大家平安。回家的感觉真好。
会当听到遮尔水的歌声，会当看见熟悉的人，会当搁甲咱做伙开拓中山教会的同工，做伙探访传福音，遮同工做伙，会当搁看见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嘛有看见袂少甲我的囡仔做伙大汉的青少年，熟悉的粪扫车。啊，做伙去看病，啊，拢去看迄李医师，咱拢去遐，咱有共同的经验，回家的感觉真好。郑正仁牧师圣经公会总干事，就拜托我讲，你回家回去募款啊，会募的比较多了讲你圣经公会，即摆这募款较困难对牧师你转去汤教会回家。募款的无较济毋茫主会咱感动咱，有缘来关心圣经公会事工。咱逐日拢咧回家，我伫中会上班，嘛是逐日爱回家。那你为什么要回家呢？这个家有啥物款的内涵，互你逐日拢要回家？毋知咱中间有人会讲，你为什么要回家？路很远回家吃饭厝诶有饭通食，若转去无饭通食要安怎？厝，你的家有什么？有温暖，有爱，还有呢？恁兜会当诉苦受苦了还有呢？有爱要有很多种好，最少咱的家庭有3种的内涵。头一项有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每一个人的家庭拢有人甲人，特别是爸母、亲子、兄弟姊妹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互咱会当彼此连结，互相支持、帮衬、关心、安慰。这个关系对咱真要紧，因为家庭互咱有亲密的关系。家庭第二个内涵就是有你成长的记忆。家庭充满咱每一个人成长的记忆，有你爸母的形象，有载你去补习、补英语、补钢琴、补数学的记忆，有你无乖时互人罚徛的记忆。我细汉的时阵，阮兜饲一只羊，迄个羊母羊，逐早起阮拢爱去撸羊铃哇，都可以吃新鲜的羊奶，但是不好吃，要煮过才好吃有迄个水的记忆，有你成长的记忆。阮兜有一摆拄着贼偷，阮爸爸出来掠贼啦因为教会面阮拢叫贼摸去用迄个人轮车人力车伊着去找迄个看迄个车链去掠贼真正去掠着每一个人伊的家庭，互你有成长的记忆。第三项有神学，家中有神学，是咱做伙祈祷，咱家庭大细做伙家庭礼拜，为着爸爸要出外，为着妈妈身躯，为着咱的兄弟做伙祈祷的所在。咱做伙家庭礼拜，做伙大细汉来教会礼拜，亲近上帝，追求上帝的旨意。佮实践上帝旨意的所在，所以家庭有神学。家对比咱每一个人拢有真深的记忆，有真侪真水美丽的图画来刻牢伫咱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所以咱拢想要回家。那你为什么要回家呢？因为你捌离开你的家。你为什么要回家？因为你曾经离开过你的家。有个人伊必须要工作去大陆，伊爱离家；有个人去读册，伊爱去台北读册，伊爱离开家。有个人呢，有真济的理由爱做兵，所以伊离开伊的家庭。总是咱中间一个人嘛，因为冲突冤家来离开你的家庭。总是大部分的人，拢是因为你找到你的某，找到你的丈夫。你要去做一个属于你家己的家，你来离开你原地的家。你想回家，
因为即个家有你成长的记忆，有你亲密的关系，有上帝临在伫恁的家庭共同的经验。你想回家，因为你捌漂流伫外口，亲像迄个无紧的浮漂，深深的失落甲孤单，踅来踅去，踅来踅去，所以你想念迄个温暖的家，想念迄个转去倒饭通食的家，转去倒有人诉苦，会当听你诉苦的家。特别伫即个现实的世界，当你伫外口漂流的时阵，在征战的时阵，你才会深深发现家的美好，家的温暖，家的美丽。所以你想回家。那第二项，毋但个人需要家，民族嘛需要家。个人需要家庭的安稳支持、安慰，需要亲情，需要咱做伙来入捌上帝，来追求上帝旨意，来实践上帝旨意。即种美好的记忆，一个国家民族需要归属的家，就是国家，就是国家。国家亲像民族的大家庭，国家形成有4个要素，就是人民、土地、政府甲主权。一个国家，伊会当保护人民的财产甲伊的生命，保护伊的百姓会当有尊严活伫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即块土地，保护咱免受到外族外国来甲咱欺负，来甲咱侵略。国家亲像民族的大家庭，互咱会当安居乐业，互咱有尊严来活伫即个所在，互咱有国家的人格，甲别个国家来互相来往。所以你若失去国家，失去国家的主权，你的百姓就会亲像巴比伦的犹太人共款，互人掠去到伫迄个所在，伫遐漂流，因的痛苦是难得来甲伊形容。当咱掀开旧约圣经，咱咧读以色列史的时阵，特别是列王记上下卷，只要即个国王离开上帝，即个王国就开始堕落。只要即个国王无敬畏上帝，伊的国家就开始分裂。伊的百姓也是共款，百姓若去拜偶像，百姓若离开上帝的真道，离开上帝的旨意，一个百姓就真容易成做无紧的浮漂。特别伫受遐去巴比伦的时阵，咱读诗篇137篇第1节到第6节即个中间，会当看出迄个诗人对失去国家迄种的痛苦。我捌坐伫巴比伦的河边，一想起色暗，我目屎就流。愿将阮的琴调伫迄位柳树，因为伫遐掠阮的爱阮唱歌，唱阮的爱阮快乐讲，恁着甲阮唱一首色暗的歌。伫外邦，太太会当唱耶和华的歌呢？国破家亡已经真凄惨啦，搁着唱歌互掠你的人听，搁着唱歌互遮个掠你的人来快乐。特别因是毋捌上帝的人，特别因是毋捌敬畏上帝的人，因竟然叫阮唱圣诗，咧学了上帝的诗歌来互因快乐，来做因宴席中的快乐，这是何等的侮辱！所以想起故乡色暗耶路撒冷，诗人的目屎就直流。咱即摆用国语来读诗篇137篇第1节到第3节，读一摆，迄个诗人迄种的心情哈。上来，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西安旧故人。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做的，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继续，我们怎能再坏？
弟姊妹，失去国家的诗人，伊的心情是安尼。我甘愿将我的琴吊伫柳树底悬，我嘛无爱弹琴，互你我的人快乐。我无爱唱歌，伫宴席的中间，互因快乐。诗人早用流目屎，想起伊的故乡，想起伊的家庭，国破家亡，伊就目屎直直流。兄弟姊妹，诗人的心情充分表达以色列民族，因若离开上帝，因若无相听，因若无团结，这个国就开始受到攻击，这个国就分裂，民族就受伤害，百姓就凄惨落魄，物质漂流，互人掠去做奴才，迄种的痛苦，迄种的艰难，若想起伊的故乡，目屎就直直地流。第三项，咱来讲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上帝竞选伊的百姓来敬拜上帝。一个教会领袖就是牧师、长老、这中职、这干部。咱若无照上帝的教示去行，会亲像迄个国王，若离开上帝，这个国就会分裂，这个国就会沉沦，百姓呢就会分散。所以咱兄弟姊妹，咱不时特别做领导者，必须着爱反省讲，咱有尊主最大，咱有要紧来遵守上帝的教示去行，咱有用心，互咱的家庭来充满了温暖、感恩，会当彼此扶持嘛。毋通无三定，还佫定定咧三病。若是安尼，迄个国就真容易来分裂，百姓就会漂流分散。所以咱来想起咱过去离开咱教会的兄弟姊妹，也是互魔鬼撒旦佫掠去，漂流伫罪恶中的兄弟姊妹，因亲像是无滚的浮漂。有人是因为兄弟姊妹冤家失和来离开咱，有的人伫外口的教会一间换一间，流浪来流浪去，因无受认同，因受排斥，甲藐视，总是因的心犹原少年。我属灵的家，我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的家庭，就是咱桃园教会。有人是用种种的理由来离开咱，但是因的心，亲像诗人共款，较无会当转来到伫伊的家，渴望回家。当伊流浪落魄，坐伫巴比伦河边的时阵，伊的心犹原仰望，有一日伊会当紧紧来回家。回家头一项着爱行动，着爱决心，咱会当重新来找着上帝，互咱的应允。今年是以色列复国70周年的纪念，伫1948年，70年前的5月14，以色列的总理本古里昂宣布，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正式成立。65万的犹太人毋敢相信，因会当2500年了后，会当搁伫家己的土地来复国。这是20世纪伟大的神迹，来应验着先知的预言。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以赛亚10章第10节到12节，到迄日，亚西的拳头徛做万百姓的大旗，伊要来招呼列邦要归往伊，因安息的所在有大阳光。迄日，自备第2摆的春手救赎伊的百姓，中所剩的，就是这65万。对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伊兰、示那、哈马，甲正海士倒来，伊要往列国徛大旗，召集以色列受赶散的人，召集犹大4散人对地的4极来。今日所读的
以赛亚，伫遐佫一摆预言以色列要复国。果然伫70年后，70年前70年前来复国。总是以色列因决心要转去重建伊个家园的时阵，即条道路却行2500年，也是无好行一条路。独立24小时内，即个新的国家马上就由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埃及、阿拉伯联军，拢总有10万个。来攻打这65万的百姓中间的3万军，这3万个来抵抗这10万个大军，想袂到战，抵抗7个月了，这3万个以色列人竟然大胜利，第一摆大胜利。无偌久，1967年佫发生战争，即摆呢？召集20万阿拉伯联军要过来攻打以色列，结果呢，人一句就叫以色列拍败就是出名的6日战争。到今仔日，以色列成做世界一流的强国。回家的路实在很艰难，但是到今仔日，因佫成做一个强国，来应验先知的预言，佫一摆体会到。有国家的尊严，佫一摆体会到有国家的保护，迄种安全甲温暖。因佫倒转来，上帝应允老年老毕的土地。第4项，回家的路一定爱悔改，你才有法度重新转来到伫上帝的怀抱中间。圣经甲咱讲，以色列的国王每一摆离开上帝。伊个国家就分裂沉沦，也是伊去拜偶像，就引起以色列百姓的内斗纷争，才互外邦有机会来拍败因。所以头一项、第2项，就爱悔改。你要转来到伫天父厝，你要回家，你就要决心向天父来悔改。咱今日个圣经在路加15章安尼讲，我要起来，我要找我的老爸，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我袂堪得做你的囝。即个浪子，伊要回家，但是呢，伊爱有决心，伊爱有行动。兄弟姊妹，你还袂死咧，你流浪搁伫罪恶的中间咧。你要到天家这条路，你一定要悔改，你一定要认罪。就亲像这个浪子共款，我要起来，我要行动，要转来找我老爸，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我袂堪得称做你的囝。只有悔改认罪，你才会当重新得到上帝所应允予咱的恩典。以色列因有行动，因骑耶和华的大旗，对全世界召集65万的犹太人，转来到伫耶路撒冷。70年后，这个国家已经有800万的人口。原来沙漠的旱地，即马以色列国家，伊是一个农业的大国，会当出产花外销，会当出产水果外销。咱若有去过以色列所在，就知影迄个沙漠地应验着圣经以西结36章第8节到11节。你要发枝条，你要发枝条，你的确要伫恁的中间发出枝仔，搁要结果子，互我的百姓以色列，因为因群要到来，你要互人正直，我要加天人伫恁的地面。城就人徛起，趴远的所在来得到起造。以西结伫遐讲起，以色列要重新来起造因的城，迄个趴远的土地要重新来发圆弯，要转来到伫天父的怀抱，就爱悔改，
就爱行动，兄弟姊妹，你一定爱悔改，你一定爱行动，你才会当重新摕到上帝所要予咱迄个满满的恩典，永远的恩吧。啊，第三项，回家呢，必须要彼此的赦免，彼此的接纳。以色列人伊想要回家，总是住伫巴勒斯坦的或者阿拉伯人安怎，他们不愿意，伊无要宽容，无要接纳，拢偏偏是阿伯拉罕会好的。阿拉伯是这伊斯玛利，后来是波斯帝国啊，融合做这个阿拉伯的民族。啊，偏偏是阿伯拉罕会好的，啊兄弟唔肯来接纳，唔肯来赦免，唔肯来原谅，就伫遐来发生5摆的中东的战争。大家无概念，拢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无愿意宽容接纳。就互新仇旧恨啊，冤冤相报。所以兄弟姊妹，咱甲咱的兄弟、咱的同工、咱的同事，啊彼此结识着咧，你甚至你的囝儿、你的丈夫、啊你的太太，你若无宽容、无接纳，新仇旧恨，会亲像阿拉伯人安尼共款。无接纳以色列，啊，互因啊回家的路啊，迄个脚步是千叮当万斤当，迄个路程啊是千里万里的遥远。所以咱若是有赦免，若有接纳，真紧，咱就会当转来到老爸的家。迄个囝儿，迄个哥哥，伊毋肯接纳伊的小弟，伊计较。计较伊的老爸，讲你即个囝，甲长期吞进你的产业，为何为着伊太肥的牛仔呢？我毋肯入去。你即个兄弟啊，但是伊的老爸讲，恁的兄弟啊，安怎样？死有过活，失去有过得到，咱着欢喜快乐。最后所知影，伫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甚至亲兄弟。甚至翁某，这个赦免的功课呢，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伊提出一个条件，讲恁若要来到我的面前献礼物的时阵，就会记得你甲你的兄弟有啥物款的协议。你若有甲伊无和好，你大先去甲伊和好，将这段物件写下咧。下伫单前，先大先甲你的兄弟和好了，然后才来献你的礼物，来求你甲上帝和谐的关系。耶稣知影，这个功课真困难，所以甲咱挑战，要先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才来甲我和好。下面需要真长的时间，因为无简单，叫做功课。因为困难，所以才是需要时间，才会互这空嘴呢袂阁恶化去。下面呢，甲卖基质无共款，因为你无法度卖基质，所以我才肯来下面接纳对方。慢慢伫即个功课中间来得到讨棒，甲完全的接纳，甲宽容。到最后，只有剩警戒家己。警醒家己，毋通阁冲突啊，毋通阁侮辱对方啊，毋通阁有情绪啊，要互情绪来控制。所以我来问咱兄弟姊妹，咱中间有个婆婆足刻薄你的，对无？安尼足甲你调鼓动的，煮烧着嫌煮伤烧，煮互熟了煮爱烧要创啥？煮较正讲无够咸，洗衫咱皮袄好，若讲着阮即个我起来毋知是得罪伊安怎，四处就是找我的麻烦你心里面想到他会不会很生气会袂？拢毋敢讲，无老实
同事啊，安尼呢，正口金死死，倒口呢一气一气啊，倒厝咧甲我欺负，放我的歹话，我想到以后，我就安那足硬的但是耶稣叫咱爱饶恕呢，爱赦。所以你得想到以后，你会忘记吗？不要忘记，不可以忘记。但是呢，袂使硬所以你的情绪呢，慢慢的 slow down， 完全时间，完全你的功课化解了之后，你就学到了彼此赦免的功课。有阿免无？你想到甲你欺负的迄个，你会阁生气无？嘛，即摆较袂啊，够拢总袂，够拢总。好，这3个我们一起来念上。来，饶恕需要时间，饶恕是功课，警惕却不轻许。经过咱家己，爱宽容，爱赦免，爱接纳。20几年前，我有机会去这个土城看守所，去面会一个死刑犯这是神话 KTV 的这个死刑犯叫做大头汤明雄。伫1992年10月2日，伊用迄打火机引爆迄个瓦斯桶，烧死台北这个神话 KTV 16个。其中有一个人于龙，就是于天的弟弟，搁一个杜胜男伊一个即个叫做杜发明，屏东一个杜发明老师。当这项代志发生了后，这受害者的家属看到伊就要甲拍、甲骂出庭的时呢，就拢去要甲争安尼这杜发明老师伊是一个基督徒，伊看到伊安尼心煞尊人品讲我应该赦免这个人。所以伊就决心要赦免这个人。伊若毋但有赦免，伊阁有行动。伊当日就写批，互即个汤明雄。这汤明雄伫即个监狱中间，大家都骂我，干那即个杜老师安尼拢写批互我，甲我安慰，甲我鼓励，叫我着爱信耶稣。后来，即个杜发明老师就认做汤明雄认做干弟弟。因妈妈甲伊认做干儿子，伫即个土城看守所伫遐洗礼，即个汤明雄成做基督徒。即个故事法务部呢就拍一片电影，叫做《回家》。回家，咱所有的人来学习，什么叫做赦免，什么叫做宽容，什么叫做接纳。今日你若我着赦免你的兄弟，赦免你的同家，赦免你的即个丈夫，你要安怎叫上帝来赦免你呢？我有一个朋友，伊呢心直口快啦，心直口快。你上册啥？我上册阮牧师。你上册你牧师，是安怎？伊到迄个一间教会妇女团契的会长。阮牧师我若要做东伊就无爱互我去东；我若要做西，伊就无爱做东。不是甲我调过东，所以我最生气的就是我父亲安尼，毋是父亲，我的牧师安尼伫2个月拄到伊，牧师，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我牧师呢。你们2个不是不共戴天吗？你看有可能敲电话给伊没有，我讲给你听啦伊讲。伊真正敲电话互因牧师，牧师，我要找你。迄牧师迄神经马上来，作战神经就起来。什么代志？你当时要来找我？安尼紧张过来伊讲无我要找你安尼小等下，我叫保庇长落来免，你左右副拢免我来找你就好安尼。结果伊真正约因的牧师去找迄个牧师安尼。牧师，迄日。毕恭毕敬落来大门口来欢迎个毋知什么贵事你遮慎重要来找我。讲牧师我要甲你回信的较早拢讲你的歹话死过斗你的歹话，拢甲足侪牧师讲你的歹话安尼我呢足袂平安的我来甲你回信的再见3分钟伊就走啊
好，我即摆偌快乐咧，我即摆偌快乐咧吼，伊就甲我讲安尼吼，感谢主吼，伊一间别种伫咧新竹诶所在吼，兄弟姊妹，回家是一条重新跪向上帝的道路，是一条重新转去稳定的道路。回家是一个咱要做学习，彼此赦免、彼此接纳、彼此宽容的道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特别咱做牧者、做中职的，咱都要共同来努力，同心合意来归往主，共同建立上帝所欢喜的家，就是充满疼、见证、赦免、宽容、接纳的家，就是上帝要祝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教会，一个咱共同属灵的大家庭。咱三甲阿头来祈祷。神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互你的罗宝今仔日会当代表圣经公会来甲大家请安，佮有机会来带兄弟姊妹来明白上帝你的教示。主，阮伫人生的中间，阮常常会拄着冲突、批评、侮辱，你甲阮心艰苦，你甲阮真好、真亲密的兄弟姊妹、家庭、夫妻关系伫遐来破裂。主，恳求你赦免阮，因为阮无够业、勇敢、智慧，阮只有情绪来面对伤害阮的人，阮袂晓学习赦免、接纳这个功课。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认真学习这个功课，无要记忆，总是呢无受情绪来影响，阮才当完全来接纳一个过去伤害阮的人，对不起阮的人。主，恳求你，互你的疼来伫阮的中间，特别今仔日是大港节的主日，就是和平。主啊，恳求你的和平伫阮的中间，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你的赦免甲接纳，伫阮桃园教会中间，阮成做一个主你所欢喜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是一个有活的教会。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等下伫报告的时间，等才做伙来看一个圣经公会的报告。请咱来吟圣诗第322首。我情那样失迷，请咱起立。家。
请坐。奉献，要请闽州执事甲嘉恒执事。教会时间还未报告进正，咱来看圣经公会的报告。台湾圣经公会是联合圣经公会的会员，伫主后1956年成立，甲世界所有圣经公会共同为着圣经翻译、出版甲推广来拍拼。除了发行中文圣经，嘛伫伫台湾所有族群语言圣经的翻译。感谢各族群圣经翻译小组甲台湾圣经公会几位圣经翻译顾问的付出甲努力。到今已经出版现代台语新约复习篇精研汉乐对照版。现代客语新旧约专书汉乐对照版，原住民语圣经已经完成新旧约专书的有阿美族、泰鲁格族、卢凯族，已经完成新约甲部分旧约的布农族、排湾族、泰雅尔族，完成新约的有周族、达悟族。另外专心翻译中的有赛德克族、皮努尤马样族。其他也有修订甲翻译工作伫继续进行，预定2019年了后陆续完成。期待会当帮助更较侪族群用家己的母语明白上帝真理。特别感谢马友道牧师为加拿大长老教会差派来台湾协助圣经翻译。
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无共族群的母语，保存宝贵的语言甲文化，这嘛是台湾圣经公会重要的使命之一。台湾圣经公会除了圣经的翻译，嘛关心对上帝话语的了解甲领受。2013年起，每年固定举办圣经传承讲座、传承营，提供牧长同工系统查经的进修机会。惯也鼓励教会使用简图本，采用简图本，成做庆典精神的礼物。台湾圣经公会每年举办圣经世界教学旅游，通过无同的主题，体验教会历史甲圣经知识，有深度来探讨人类历史甲信仰的结连，互咱读圣经的时有较深的领受。2000年，台湾圣经公会举办千禧年手抄本圣经活动，鼓励教会推行手抄圣经，照着抄写圣经，互上帝智慧的话语刻掉在心内。现在台湾圣经公会提供手抄本圣经专栏的服务，望各教会通过参与手抄圣经，互信徒体会圣经保存的宝贵甲无容易。台湾圣经公会嘛提供福音经文阅历平台，整合基督教几间出版社的经文阅历，互教会有更较多元的选择。锁定的优惠条件甲原出版社同款，同时嘛会当帮助圣经的翻译时间。台湾圣经公会感谢兄弟姊妹几十年来的关心甲带导，支持本会圣经翻译、出版、推广，帮助福音的宣扬。现任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郑正仁牧师开始伫教会分享圣经公会意象，通过宣讲圣经的价值，互兄弟姊妹更加了解圣经公会的使命甲事工。经过24年的努力，鲁凯语圣经伫2017年出版。这本圣经是对韩国永乐长老教会2代宣教师韩牧师父子开始推动。因2位虽然已经蒙主恩召，牧师娘韩吉来犹原继续关心，亲身来台湾见证鲁凯语圣经出版的感恩时刻。已经有家己的母语圣经是非常幸福的代志。望咱嘛愿意去帮助世界最语言族群，互因早一日有家己的母语圣经。所以，恁着去招万人来做运动。甲因洗礼，互因规定爸、囝、姓氏的名，这是主耶稣最后向学生交代大使命，嘛是圣经公会的使命。望上帝话语会当传扬互更加侪人，灵命得到造就。请教会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台湾圣经公会带导甲奉献，愿上帝赐福保守大家。过去的姊妹大家平安。除了头拄咱做牧师的讲道，以及即个影片的介绍以外，相信咱的周报内底，拢有页一张即个圣经公会的即个请安函。吼一米里多的即个目标，我相信即个请安函咱会当真清楚来看去。除了咱今仔日的奉献以外，咱要再继续来关心即个文理的即个事工。咱会当继续看到后壁即张咱的奉献的即个方式。上帝话是咱传福音的中间非常的重要。咱看去讲，其实侪族群因拢无家己的圣经通看，拢在看咱台语的，还是中文的。头摆有真侪原住民，因拢有得到家己的圣经。上时我要讲的是，翻译圣经即件代志，绝对毋是免费的。这背后有侪人用开足侪时间甲精神落去伫做，毋茫咱当用咱逐宝的金钱，诚做翻译圣经安尼事工一个帮助甲支持。以上一只为着即件代志，一只来报告。请学者咱做伙来念今仔的即个金句。无伫加担伫目睭前温困，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第6章第6节，请咱做伙念2摆，请。无伫加担伫目睭前温困，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第6章6节。无伫干那伫目睭前温困，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
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第6章第6节。再咱来看今仔的周报的第一面消息报告，周报的第一面吼，请咱看者，即个侍奉的人员，请兄弟来注意，因为咱下礼拜吼，即个16号，就是有一个即个福音餐会吼，即个圣诞福音主日，所以1、2场，咱是合并，咱伫上午9点半开始，请兄弟注意吼，下礼拜12月16，咱的礼拜就是1、2场合并，上午9点半开始。第二面聚会的周间聚会内容，请兄弟来看。小组的聚会，即个因为咱的教会有侪的即个中级要去台中来受训练吼，幸福小组训练，所以有真侪的暂停吼，请兄弟再注意一下。具体的消息大道，请咱兄弟家己来看。奉献的部分，由员请兄弟来看。毋对的部分，请咱的中级也是办公室来更正。咱来看消息的报告，第7面。本主日是普世圣经的纪念主日，咱真欢迎咱的道牧师转来咱的本会讲道甲请安，也请咱的兄弟继续为即个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二，为着大降节的第2主日，所以咱对即个2008年，就是今年度受洗的兄弟，头拄我有念过即几个兄弟，头拄伊有来点着第2支和平的蜡烛。第三，咱中昼12点要伫701室要召开圣诞福音的餐会即个道场会议吼，请团队部员甲咱相关的同工来出席参加。下面的即个咱的桌次甲桌长，请兄弟咱家己来看者，小注意者。伫12点的时阵，要伫701室来召开即个会议吼。下晡，咱1点半要伫701室召开2019年上半年度的事工的协调会，甲咱的定期12月份定期的中职会，请点职各团契的首长，甲明年度新任的中职首长来出席参加。会后要来煞开小会，请现任甲明年度新任的小会员出席来参会。第5点，12月15日拜六暗时的7点，咱有圣诞晚会舞台剧，是一个朋友吼，欢迎咱大家兄弟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做伙参加。下主日就是头拄我报告咱的圣诞的福音主日，第1场、第2场，咱有合并，上午9点半开始，吼，上午9点半到11点是一个福音的主日，伫咱教会的4楼，中昼12点到2点半，福音的餐会伫汉平酒店。第2，为大降节第3主日，由即个点击的名，请兄弟咱家己来看。教会消息，年度的结束的日，请咱的教会各个单位的首长甲兄弟，若要奉献或是要支出请款的，请伫12月23日中昼12点进前来完成。第2，办公室伫12月31日，就是拜一，甲1月1日，即个咱这遐看者，因1月1日放假吼，1月2日正常是上班，请咱兄弟注意这办公室的休困甲放假的消息。具体的消息，本会即个李进玉执事夫妇的公主，因即个常有即个举办着即个婚礼，所以请咱兄弟为着即对新人来关心甲代祷。教界的消息，2019年的全国妇女人才训练会，请咱兄弟来看，
若想要报名的，咱的会长跟秀竹会长来报名，也是朱美玲姐妹报名的，即个截止日期是到12月21日截止。第二，灵性的行程教材即个研习会吼，伊有分几个场，伫中部、南部，这费用若要报名参加的是一人300块，请咱兄弟家己来看。第四，就是咱圣诞节的活动的即个预告吼，请兄弟大家备办心，共同参与传福音，甲庆祝主基督降生的即个诞生的降临。咱的点击，咱有为12月就开始，为初二12月2号、9号、16号、甲23号，拢有排无共款的兄弟来点击。咱的暗会就是即个12月15号，就是下礼拜拜六暗时的7点要开始。即个舞台剧就是一个朋友，福音的主日就是咱头拄仔有讲的即个下礼拜的主日，咱是上午9点半到11点，伫咱教会的4楼来举行。福音的餐会也是伫下礼拜主日的中昼伫汉平酒店来举行。报佳音的时间是12月19，是即个适当的时间。咱的对象是社区，也是家庭，咱遮社区的养护中心甲育幼院是咱的对象。咱的赞美礼拜就是12月23日上午9点半，伫咱的教会4楼的礼拜堂。互助社的理干事请注意，伫11点半要伫701室来开会。互助社的理干事11点半伫701室开会。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通过即个普世圣经纪念主日以及台湾圣经公会的安排，道牧师今仔日倒来到咱的中间，一只分享信息，嘛一只来报告即个圣经的即个文理事工。咱做一届一只用呼仔声来表达咱的欢迎甲感谢，以及咱的牧师娘嘛伫咱的中间。好，继续为着各牧师未来以及牧会各方面事工，一只来关心甲带导，一只嘛要来介绍，第一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一只第一位杨秀媛姊妹，杨秀媛姐妹伫咧后壁，咱拍鼓仔来欢迎，欢迎你，伊是即个美清姐的朋友啦，美清姐的朋友。好，请坐。过去牧师一只补充报告，拢一直强调12月16的即个圣诞节的即个福音主日总是咱学小可有一点忽略12月15号晚上这时候咱邀请即个团队部长陈建州长老一只为着12月15下暗即个晚会，一只做介绍甲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遮甲大家报告咱爱搁强调，咱即个12月15迄天嘛是拜六暗时是7点开始，咱有一个圣诞晚会今年圣诞晚会咱的周报内面有贴一张邀请卡即张邀请卡是要互咱邀请咱的社区的朋友，也是咱的好朋友来参加即个圣诞晚会啦所以即个邀请卡其实嘛是一个卡片的形式有甲咱的迄个晚会相关的讯息放伫咧内面今年的主题叫做一个朋友啦所以咱伫遮爱搁团队部爱搁直接拜托咱的兄弟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参加圣诞晚会咱今年咱甲整个的圣诞节的系列活动定位叫做传福音的时间所以拜托大家来参与即个传福音的时间青年已经为着即个宴会已经备办真久所以伫遮爱拜托大家邀请咱的好朋友带咱的囝20岁拢来庆祝即个活动
另外就是讲福音主日，咱是12月16第一场甲第二场咱要合并，所以迄天爱请大家特别为着即件代志，伫即一礼拜中间过去咱已经2礼拜前已经甲来提醒讲，为着咱的福音朋友新的集体来关心甲替因祈祷为着咱传福音的事工咱拜托咱大家别放心嘛用咱的祈祷来纪念因请圣神成做咱的帮赞所以伫遮特别甲大家拜托多谢大家以上简单来报告，多谢。上演第390首，咱上演煞要请道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赦免恁拢总的罪，互恁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有气力来跑走头前的路站。愿天父上帝的慈悲听痛，常常保守恁，父子祝孝，夫妻三听，兄弟姊妹和睦，工作事业顺利，出入拢得到平安。愿圣神不断感动恁，激励恁，安慰恁。甲恁相通，因带恁谦卑甲上帝同行，对一碟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祝歌。我
电角、滑倒。平安的，请咱兄弟起立。咱边仔兄弟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